徹底解綁啦！今次放鬆晒手腳，仲唔大展拳腳啊！各位父老鄉親，呢個好消息同大家息息相關，一定唔好劃走啊！聽完條片，你唔單止會舉腳贊成，分分鐘仲會拍爛手掌啊！因為農村嘅春天真係殺到嚟啦！6大惠民新政策，我哋唔賣關子，動高隻耳仔聽住啦。第一條，合村並鎮，唔再夾硬嚟。老祖宗傳落嚟嘅村落，你想紮根邊度就紮根邊度，唔使再怕被搬家啦，住得安樂先至係王道啊！第二條，廁所改造嘅話事權俾翻晒你。以前統一模板改廁所，依家聽晒你話，你想改成田園風定係實用派，由你話事，真係踎塔都踎得通暢啲啊！第三條，殯葬方式自主選，土葬定係火葬，由你同老祖宗話事，傳統想保留就保留，呢件事終於唔使被強制啦。第四條，土灶燒煤解禁啦，冬天就嚟啦，取暖煮飯，老方法先最夠火候啊！而家你燒乜都得啦，冇人再指手畫腳，就係咁自由。第五條，3輪車揚威上路啦，開唔開心呢？運貨送菜接細蚊仔，我哋嘅小三輪終於可以光明正大咁穿梭喺我哋嘅鄉間村度。第六條，養殖限制鬆綁，只要唔過分污染，養雞、養豬甚至係養魚，你想養咩就養咩，終於可以實現180日嘅走地雞自由啦！諗起都流晒口水啊！自己屋企嘅後院自己話事，呢鋪真係爽到飛起啦啩！講真，呢6條新規條條都理到我哋農民嘅心裏邊，簡直係及時雨啊！快啲點讚轉發俾你嘅親朋戚友，關注我，定期分享正能量，大家一齊進步。